第二章，我的兄弟啊，恁信奉阮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就毋通照外貌款待人。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手指，穿水衫入恁的会堂，搁有一个送香人穿拉衫的衫也入去，恁就看重迄个穿水衫的人，讲，请坐伫这个好位的顶面，搁对迄个送香人讲，你徛伫遐，还是坐伫我的骹踏下面？这皆毋是恁偏心款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兄弟啊，请听，上帝兼毋是竞选世上的送香人，互因伫信上富足，并且承受伊所应允，互遐会听伊的人的国吗？恁反倒见笑送香人，迄富足的人兼毋是欺压恁，拖恁到公堂去，因毋是亵渎恁所敬奉的尊名吗？圣经记讲，着疼人亲像家己。恁若遵守这个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诶。总是恁若照外貌款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受律法定做犯法诶。因为凡若遵守全律法诶，只有伫一条诶顶面跋倒，伊就是犯了正条。原来迄个讲毋通奸淫诶，也讲毋通杀人，恁就是无奸淫，却是杀人，犹原是成了犯律法诶。恁既然要照互人自由诶律法受审判，就应该照这个律法讲话行事，因为迄个无怜悯人诶，也要受无怜悯诶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的兄弟啊，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，却无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信心会救伊吗？若是兄弟，还是姊妹，赤身裸体，搁欠缺日用的啉食，恁中间有人对因讲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恁穿得少，食得饱，却无互因身体所欠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安尼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的确有人讲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无行为的信心指互我看，我就借着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指互恁看。恁信上帝只有一位，恁信的无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惊吓。腐仆的人啊，恁愿意知影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阮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伊的囝以撒献伫坛顶，兼毋是因为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平衡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。这就应验圣经顶所记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就算做伊的义，伊阁得到称做上帝的朋友。安尼看来，人称义是因为行为，毋是单单因着信。基鲁拉合接待使者，阁放因对别条路出去，无也是一项因为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无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也是死的。